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7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锡进老师。今天休息日，咱们不聊胡适，聊两个金融骗局。6月底，也就是前不久，一个号称中东金融巨头的新凯家爆雷。新凯家的实际控制人呢，卷走180亿跑路收场，200万人血本无归。这还不算，这个跑路的实际控制人在这个群里面向那些受害者留言说：“同志们好，大家好，我已经在国外了，我只是拿走了你们不属于符合你们智商的财富，希望你们能感谢我，感恩我，你们能铭记这次我赐给你们的教训。”骗子居然让受害者要感恩，少了一个感激啊！明明骗了你，还要你感恩感谢，就差一个感激，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看有一个上当受骗的受害者，他的自述，大家看视频。我被骗了，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兢兢业业干实事做实务。我先来说一下我是怎么被骗的。这两天一个100亿资金盘新康家彻底爆雷了。很不幸的是，我也是其中被骗的一员。去年呢，就是我们公司来了一个同事，那这个同事呢，见到我就一直给我推销这个新康家。我当时呢，就是说真的，是因为我刚做房地产不久，天天就在怎么研究去卖这个房子，去怎么找客户，怎么去在房地产行业做好自己的事情。去年呢，过年之前，我这个同事呢也是叫我做，我当时也没有放心上。然后过完年3月份底，然后他就又来叫我，天天就说这个赚了多少钱，他赚了多少，过年他赚了多少。然后呢，又买了一部新的华为的折叠的那个手机，1万多块钱，然后就非得拉着我说我真不会搞，也没空。然后他说我给你下载，然后我的手机他拿过去下载了。当时他跟我就是这个按照7300的这个价格来收，那做一笔就收了7300。到后面其实我了解到了，正常的他们是7000块钱一手，这个我们也不追究了。然后呢，到5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的一个朋友来找我，然后我们吃饭，他又在跟我的朋友推销这个新康家这个 APP 低阶，然后躺着就能赚钱，每天就有100多块收益。然后呢，我朋友呢也不会搞，当时我们一起吃了饭，回到公司的时候，他给我朋友下载了，我朋友当时说他没钱，但是呢那时候呢他已经把这个账户转过去了，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今天这2天因为这个事情一爆雷之后，我就赶紧问他，我说这个什么情况？因为我朋友在找到我的时候，马上这个是我认识了10多年的朋友，人家转的钱我是要无条件要还给人家，人家都说了我在这边打工不容易，1个月就赚这么一点钱。如果被你这么骗的话，我相当于1个月工资白打工了。他一找我，我就把这个钱转给了他。然后我现在就问那个带我的人，我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然后他就说这个跟他没关系。然后我今天早上找他的时候，他说他是凭良心堂堂正正赚钱。其实我后面想一下，确实也没错哈，人家确实是堂堂正正的、光明正大的叫你转这个钱。确实现在大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但是现在的钱不好赚，但是确实不应该这样去拉人头。这个新康家的这个赚钱的模式是怎么赚的呢？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它就是你的上头拉一个人就奖励你40个币，然后经常你去跟邀约你身边的朋友、亲朋好友吃饭，然后也给他们讲了这个，然后你就打开那个 APP， 然后吃饭的桌子上拍张照片，这样又可以得一个餐补，好像是70个币，就相当于折成人民币140块钱吧。然后你拉一个人呢，好像是奖励你200个币，叫什么美金还是多少币，具体我也给忘了。反正就说白了，就跟那个庞氏骗局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资金盘。那所以真的，我的经历借鉴告诉大家，投资有风险，注意身边的人，凡是叫你们拉你们去投资，搞什么偏门的，一律拒绝，不要像我这样。我对我的朋友有一份责任，人家找到我，我应该给他的，我就必须得给。但是很多人被这个上级拉了之后，基本上就是不负责任的。你找我，他也会说我是赚了钱的，但是他赚了钱的，他又说我的资金盘里面、账号里面也有很多钱没收回来，这个有关系吗？如果你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有些责任你就是需要担当，只是说你去怎么面对、怎么处理这个事情。182亿这个康家数据崩盘，拉人头赚快钱都栽了，这样一个千万不要是你，赶紧避雷。100亿资金盘新康家彻底爆雷，6月25日起提现异常，26日全面锁死账户，190万人血本无归，182亿资金卷逃开曼群岛。诈骗的套路是怎么样？1. 拉人头，当旅长当司令，拉500人送保时捷，实际是玩具车。2. 号称投资原油日赚2%，后台虚拟盘随便改数据。3. 先让小额提现秒到账，等你加大投入就收50%的手续费。现在搞第2次收割，7月1日起拿原始股认购，骗你再充值，还需要补交个税才能提现，全是套路。幕后这个黄先生至今连个真人照片都没有，用假混找的照片骗了将近200万人。这个黄先生
特别嚣张，逃到了国外的时候，然后在群里面给大家发了一句：同志们，大家好，我是黄先生，我已经在国外了。每一个人的智商和财富是相匹配的，因为你们的智商和财富不匹配，我要让你们匹配一下。我只是拿走了你们不符合你们智商的财富，希望你们能感谢我、感恩我。看看就能诈骗到这么猖狂的地步。凡是所有稳赚不赔的承诺，都是在骗你的本金。我根据这个女的自述，她说她是做房地产的，后来被她的同事拉入伙了，但是她说她没有操作，结果碰巧她一个朋友用她的 APP 操作，然后她要给她的朋友退钱。当然这个 UP 主本身也是受害者，他那个朋友说不定就是他发展的一个下线，他只不过是不能跟别人一样一推365，他朋友的钱他要退给人家，应该是这么理解。对于这样的骗局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因为现在已经是2025年了，恒大暴雷的4年了，还有人执迷不悟，躺在那儿赚钱，妄图跟七大姑八大姨借点钱，把它放在个什么地方，就能坐在那儿年入多少多少，就能财富自由，不劳而获，贪欲。新凯家这个老板那是个诈骗犯，非法集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他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说的话也是对的，他拿走的只是不属于那些人智商的财富，跟他的智商不相符的财富。也就是说，大家会怀疑这些人，你们那么多钱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以这个智商，按道理是不应该赚这么多钱。那这个钱保不齐，如果少恐怕是工资啊攒出来的，如果多恐怕呢不是贪污就是受贿，要么灰色地带弄的钱。因为按这种智商就不应该有这么多钱，这也是很多网友理解不了的。180亿200万人上当受骗，新凯家这个骗局跟其他的骗局没什么不同，他都是利用这受害者贪欲、贪婪，而且还愚蠢，只不过是编个故事而已。先伪造国际背书，他搞个 APP 盗用迪拜黄金与商品交易所名义，但是迪拜的黄金与商品交易所啊，它已经官方声明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使用黄金与商品交易所的标识，也就是人家迪拜的黄金与商品交易所官方已经辟谣，当然它不是针对新凯家辟谣，人家早就对外宣布，你发现了所有的 APP 里面只要用到黄金与商品交易所的这个标识都是伪造，那新凯家用了，那新凯家就是伪造。第二个，虚构国内合作，那无非跟什么央企合作，这一般大家都信央企中石化，因为它在中东开展业务，跟石油有关系，让你更容易相信。因为很多中国人喜欢听故事啊，一种慕强心理，你只要编的故事越强、越大、越厉害，越彰显你聪明伶俐，那别人反而更加相信，越离奇人越相信。这就是他的故事，说来说去就这个故事。那手段传销啊，拉人头，将全国划分为4大战区，采用军事化职级，司令员、军长，激励发展下线，拉人头可获高额提成。这个就是典型的叫庞氏骗局啊，传销不就是这样吗？啊，等你钱进来到了这个资金池里面，他就让你相信我有钱，所以他给你展现后台，你那个钱是在增加的，他整个的投资收益也是符合预期的。也就是他把大家钱搞到一起之后，他投资黄金、国际大宗商品，比如原油，天天涨，每天涨1%、2%，是个慢牛走势。这样大家就不怀疑他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兑付。但是要知道，这些数字全部是通过后台操控改给你看的，就是要让你深信不疑。那最后一招是什么？你钱进来容易，出去难。怎么叫出去难？你刚开始取小钱，那是马上就能提兑现，马上到账，这个就让很多人放松警惕。前3笔2万3万的一提就走，赚到钱了。等到你提20万30万的时候也可以提，但是他让你各种名目的让你交费用，最后你要提20万，最后恐怕你只能提14万，很多人不提，接着借鸡生蛋。这个新凯家实际上早就已经露出就暴雷的苗头，因为各个地方警方都已经发了通告，也告诉当地的人不能下载这些 APP， 风险非常大，涉嫌什么非法集资，涉嫌这个传销。但是很多人执迷不悟，对警方的警示，他认为你是挡了我的财路啊，警告，越警示他越要去买，
但是后面也有人警醒了，有的受害者他已经反应过来了，他要去取钱，要落袋为安，要兑现。这个时候，这个辛凯嘉还不忘最后割一把韭菜。你如果想把你的账户的钱提出来，他说要扣你的个人所得税，要扣其他的税，总之要扣你30%。这个30%，有人说了，我这30万，你扣9万，你给我21万退给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让你先交9万，然后他把30万再还给你，你提30万。你看看，在你30万还没拿到的时候，你有9万进去了，9万一进去，对不起，你还是提不了，就最后还割一把韭菜，还有人上当。当然，现在的受害者还面临着被人割一刀，怎么割一刀？就有不法分子开始把大家组织起来，号称要去维权，要去打官司，要采取什么措施把这个损失追回来。你加入群之后，你得交钱。有很多受害者啊，他就死马当做活马医，反正最后一笔我交几万，万一把这钱要回来了，实际上我告诉你，毛钱都要不回来。对于受害者来说，现在立即止损，不要为这个再花1分钱、1毛钱。恒大暴雷的时候，恒大理财、恒大财富，我当时建议不要去打官司，不要去搞任何事情花钱止损。什么叫止损？就是跟这个事情先一刀两断，画个句号，不要在这个事情上投入任何精力、任何资金，因为这个钱你是要不回来的，该要的回来，那你少不了你。有很多受害者，这个比如说辛凯嘉，恐怕还要被那些所谓的律师维权，还得骗一刀，还得交点钱出来。这个就是资金盘，号称中东这个富豪180亿的资金盘爆雷，200万人呢，他们的财富重新配置。如果说这个辛凯嘉这个骗局一目了然，一眼就能看穿，那么还有的骗局它显得有点比较正规，有真的是大品牌做这个幌子，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那上当的人更多啊。最近网上在流传宁波一个大的经销商数亿的茅台期货资金盘爆雷，最近白酒圈炸了锅，本来这个高端白酒价格就是节节下降，茅台好像跌破了1800嘛，这个还没到底，结果这个白酒圈居然有了爆雷事件。浙江宁波一场茅台期货爆雷事件，直接把众多酒商推向了深渊，操盘的大商卷款跑路，留下数亿元的资金窟窿，无数人血本无归。这个怎么回事？他这个故事这么讲的：高额高回报诱惑下的致命陷阱。这场爆雷的茅台期货模式早已在宁波酒圈暗戳戳运作了几年。简单来说，就是用低价加高收益当诱饵，飞天茅台单瓶价格比市场低好几百，承诺几个月或半年后交货，而且投资还能拿收益。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哪个酒商能忍住不心动？什么意思呢？我估计你这茅台飞天批发价2000一瓶，他给你是1700，但是你把钱交了，你现在拿不到货，半年以后才能拿到货，或者2月或者3个月，它应该是这么一个模式。那很多人经销商，白酒圈里面经销商，人家肯定愿意，但是我这2个月我不白拿你钱，这2个月里面我给你补贴利息，2个月以后拿白酒给你兑付，一比经销商原本的价格低得多，你把茅台拿去一卖，你所有的赚的钱就回来了。茅台是硬通货啊，所以你看这故事讲的跟所有的骗局一样，所有的受害者刚开始都是拿一点点钱去玩玩，看看真的还假的，还真有这么神奇。我就买1箱，那1箱茅台也就1万多块钱，对那些财大气粗的经销商来说不算什么，跟所有的骗局一样。没想到到时候他们真的拿到了酒和收益，所以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人蜂拥而入。有的人胆子大一点，我这回买10万的，一段时间以后也兑付了，所以大家形成了路径依赖，对此深信不疑。从小批量采购到大手笔投入，到最后加杠杆借钱买，越来越上头，所以这个资金盘是越滚越大。但是谁能想到，这个看似稳赚不赔的生意，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庞氏骗局。这个骗局怎么破的呢？实际上就从去年茅台价格往下走的时候破的。这个精心的这个庞氏骗局啊，只要茅台价格往上涨的时候，它还真不容易破。它批发价一直在涨，本来它这个盘子就要爆了，这个资金就有问题兑付，结果又赶上了茅台价格一路走低，成了压垮这个资金盘最后一根稻草。
它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是，茅台价格涨的时候，经销商他就喜欢去买茅台，买涨不买跌，因为你买了放手上，你下个月卖不卖的价格都涨了。但是当茅台价格下跌的时候，是不是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经销商开始不买酒了？他一买，下个月价格便宜了，他就赔钱了。这就跟房地产一样，房价涨的时候大家买，房价跌大家都不买，不买导致什么呢？导致庞氏骗局，就难以为继，进来的钱少，出去的钱多。当大家都觉得茅台要跌，谁还敢囤货呢？没有后续资金，暴雷只是时间问题。尤其是当茅台行情跌破2000元关键节点，这场危机彻底爆发，众多酒商的美梦瞬间破碎，有人甚至投入了上千万，如今血本无归。据了解，宁波当地已有众多酒商被该资金盘波及，既无法按时拿到货品，也无法兑付投入的资金。有当地酒商预估，总计涉及的资金盘达到10亿元之巨。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这个资金盘，他还真有茅台酒给你兑付，就是前面，那后面兑付不了，那是民事纠纷，也做生意赔了。也就是他，你很难说他是什么叫诈骗，再加什么非法集资，所以你只能拿民事来告他，民事纠纷。当然了，因为这个事情影响的人多，对吧？那出于稳定方面考虑，那警方成功立案，恐怕还要查里面的是不是有违法犯罪。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个在宁波呼风唤雨的大商，根本不是茅台官方授权经销商，说白了就是个普通的酒类流通商，手里没有稳定的低价茅台货源全靠在市场上倒腾。他旗下那家号称收藏过亿茅台产品的茅台品藏馆，也是挂羊头卖狗肉，根本不在茅台官方认证名单里。不仅如此，他代理的酱酒品牌还曾因为侵害商标权被茅台告上法庭。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操盘手，却忽悠了整个宁波酒圈这么多年。如今暴雷事件已经过去半个月，操盘手跑路，旗下门店纷纷关门大吉，留下数亿元的资金和货品窟窿。虽然警方已经介入，有人甚至传出操盘手被带走的消息，但对于那些血本无归的酒商来说，损失恐怕难以挽回。这些骗局实际上都不新鲜，都是利用了人的贪欲。我记得恒大一暴雷的时候，咱们节目是不是每天都是劝大家不要投资，不要老想着是发财，骗你的人不能骗你的钱。随着经济下行，这样的暴雷事件会越来越多，就像一个水池子，现在流入的钱在减少，流入水池的水在减少，而流出水池的水在增加。这个水池子迟早是要干的，一干就暴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像新凯家那个女投资者说的一样，谁要拉你带你加入一个什么投资，一个什么项目，保赚不赔，什么1年赚多少，你应该果断的鼓起勇气把他拉黑。但是相比较新凯家还有宁波大商茅台酒这个骗局，这些实际上都是小儿科啊。最大的骗局在胡适，还有2亿人没看出来，这个胡适才是真正的骗局。你被骗之后，你得心甘情愿，你连维权的地方都没有。人家可是打着保护你的旗号割你的韭菜，那么多欺诈上市的，那么多做假账的，那么多企业上了市之后就开始不赚钱，这些是怎么形成的，对吧？这些胡适的那些上市公司编起故事来，我看比这些庞氏骗局，比什么新凯家，比什么禅意投资，比什么那不知道高级多少倍。人家动不动是人工智能，动不动是算力，动不动是遥遥领先，就他们包装的故事比这个什么新凯家这资金盘这故事那要高大上的多，而且人家还符合国家政策，贴合了国家政策。所以哪个是最大的骗局？你韭菜在外面骗个几万块，那你就要判8年的，多了10年。但是这些权贵大股东在胡适割韭菜，一割几千万多少亿的，那最后也就是罚酒3杯或者罚点款，让他赔个几个亿，那人家还是赚。胡适里面的对这些大股东对这些权贵来说，犯罪成本是最低的。还有多少人对胡适执迷不悟？现在看到指数涨到3500了，莫名的兴奋。这个就和那个受害者看新凯家的后台账户涨了不是一样吗？异曲同工之妙。在新凯家资金盘
暴雷之前，如果你要说新海家不行，新海家就是个骗局，保证有很多人上来骂你。就像你现在说胡适不行，要远离胡适，还有人跑来阴阳怪气的说你踏空了，一个道理。所以说胡适也是按照所谓的金融消费者的智商重新分配一下财富，没毛病，异曲同工之妙。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